感谢姐，感谢姐。带中国男宝做了，来用，忙了第四季不离，这里也中国男宝了，来用我有文件经历的，聪明，感谢你喽。那里就那个文件也，感谢就七个文件一个。对，刚才一首《甘露》献给大家，可能没唱好，说明我是在真唱，对吧？我很反感那个有些时候那个什么假唱什么的。接下来我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，叫《我的义务》。所以啊，唱歌是我的义务，掌声是你们的义务，好吧？来，音乐。三不三呢，撒糖蓝呀撒，新年将来，money找我来，sem sang kirne，路穷两百个。好，来这一首。咱们来拍一首，差的不来，能呗？来拍手。我也是这个老姐，一路上那早家家的路，帮交通的自小妹都急，把那看似这些间作战。其他最是咖喱总比耶，昨天梦把日心所参与，他来空中那一把有烟，可以松手那一无烟，他来空中那一把有烟，可以松手那一无烟。大家手在我，一路上的早家家进入，帮交通的自小米都进，把南看似这些间作战，其中最近撒着多米耶，空间路把日系所牵引，他把空中那一排有烟。松手那一无烟，他把空中那一排有烟，可以松手那一无烟。一路这些撒着多边。